舍利弗，下方世界有獅子佛、名聞佛、明光佛、達摩佛、法藏佛、持法佛，如是等恒河沙數之佛，各以其國。下方世界有無量嘅世界，有無量嘅佛呢，各以其國，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呢個誠實言、真實言。咩叫真實啊？以理而說嘅，所說係有理嘅，呢個就名為說誠實言啦。以理而說，呢個就誠實言。以等眾生當信是稱讚，釋迦牟尼佛、一切佛一稱讚阿彌陀佛，以不可思議功德利益眾生。若有眾生往生其國，即得不退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以一切智佛呢，護念嗰部經。舍利弗，上方世界有梵音佛、獸王佛，唔係讀個宿字，讀個獸字。咩獸王啊？獸王就月咧，月亮都明，月亮嗰就名為獸王。星獸，星就屬於星，獸就屬於月。月係為王，呢個獸王佛。向上佛、向光佛、大圓肩佛、集色寶華嚴身佛、娑羅士王佛、寶華德佛、見一切義佛、以須彌山佛，如是等恒河沙數之佛，各以其國出廣長舌相。個個佛在佢哋本國嘅出呢個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呢個真誠實之言，以等眾生應當嚟相信。釋迦牟尼佛稱揚讚歎阿彌陀佛，用呢個不可思議佛嘅功德嚟度眾生。所以有眾生往生其國嘅，就得佛嘅功德，因此就不退阿耨菩提啦。是以一切智佛護念呢部經。舍利弗，以云何？何故名一切智佛所護念經？舍利弗，你啲意思點樣解啊？你明唔明啊？有個未明啊，世尊就對你講，以你啲意云何？何故名一切智佛所護念經？何故一切智佛都護念呢部經呢？一切智佛咧護念呢個彌陀經、淨土經，護念呢部經。鳩摩羅什翻譯叫做佛說阿彌陀，其實呢部經叫做一切智佛所護念。一切智佛所護念佛嘅功德嘛。佛嘅功德為一切智佛所護念。佛說阿彌陀，阿彌陀咪功德萬德洪名嘛。所以佛說阿彌陀嘅功德，以一切智佛所護念佛嘅功德，咪一樣無異。所以鳩摩羅什善巧方便翻譯啦佛說阿彌陀經，其實係一切智佛所護念經。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經受持者，及聞知佛名者，是至善男子善女人，皆為一切智佛之所護念，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解釋佛所護念經嘅，若有善男子，有善根的男子，男子有定能辦一切事業，呢個善根的男子嘛。女人呢慈悲能出生一切功德，呢個就善女人嘛。善女人屬慧，善男子就屬定嘛。有定有慧咧，就可以發菩提心啊。所以咁講經講，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表法支持嘅。男子就表定，女子就表慧，
定為和合咧，呢個菩提心就發出嚟啦。啊，現在文中講有善根的男子，有善根的女人，聞是經受持者，成佛咧，經呢頭講咧，就有三個罪。第一就邪定罪，第二就不定罪，第三就正定取。正定取咧，肯定成佛。個名所以咧就知佛嚟護念你啦。成佛咧就講呢個性有成佛嘅可能性。成佛嗰個性咧有三種，第一就現因佛性，第二就了因佛性，第三就正因佛性。三個佛性咧，隨便有一個佛性咧都可以成佛。賢者有成佛之緣，有成佛之緣可以成佛啦。了者了見佛性就可以成佛啦。正因呢就發菩提心，未成佛嗰個正因咪發菩提心咪成佛嗰個因啦。所以三個因都可以成佛。乜善男子善女人，聞是經受持讀誦呢，從街起行，一念相應呢，佢就悟到唯心淨土啊，了就見佛性啊！嗰陣時就了人佛性啊！你肯誦嗰部經，信力為受，念力為持，受持讀誦，從街起行，一念相應呢，淨土就現前。極樂世界嘅淨土啊，七重羅網，七重行趣八功德水，阿彌陀佛係嘛，蓮池海會，一切菩薩都現在前。嗰陣時你就會了嘅知道唯心嘅淨土啊，明心嘅見性，呢個咪了引佛性啊。有咗了引佛性呢，邊乜法子唔成佛呢？所以自佛咪護念你啦嘛。所以聞是經受持者就了引佛性，及聞知佛名者受持呢部經，弘示聞釋迦牟尼佛嘅名號，阿彌陀佛嘅名號，阿閦佛嘅名號咁咪須彌山王佛嘅名號，個名就明光佛大明佛、寶相佛，聞十方諸佛嘅名號。佛嗰個名號咧叫做萬德洪名，聞佛嘅名號即係聞佛嘅功德咧。如果有我哋嘅心呢後有佛功德，我哋福增無量啦。心呢後有佛功德，罪滅河沙啦。心呢後有佛嘅功德，妄想就不生。嗰陣時就一心不亂啦，一心不亂咯，咁咪必定見佛無疑。呢個咪現因佛性啦。所以法華經文：若人散亂心，入佛黑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啊！或復一舉手，或復小帶頭，以此供養佛，漸見無量佛，漸成無上道。呢個通通係現因佛性嘛，成佛之緣，有成佛嗰個緣，呢個咪現因佛性咯。法華經講：凡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呢個咪了因佛性咧。仲金剛經都係了因佛性，仲般若也是了因佛性。受持知佛嘅名號咧，你以佛有緣，將嚟見佛咧就聞法，以法受行，一超直入如來地，咪成。所以咧，華嚴經云：我以無量劫不聞知佛名，故入生死海，寧受地獄苦，而得聞佛名，不受無邊樂，而不聞佛名。寧願受地獄嘅苦，我都聞佛個名。聞佛個名將來成佛啦。地獄嘅苦一陣間過咗，不受無邊樂，不受人天樂，受人天嘅樂而不聞佛名嘅，你唔會成佛。所以
聞佛嘅名號啊，係成佛之言噶嘛，叫做言印佛性嘛。既有呢個了印佛性，又有呢個言印佛性。言印就助了印，了就見佛性，見呢個正印佛性呢，呢個菩提心不發而自發，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咁樣啦，是男子是善男子善女人，皆為一切智佛之所護念。一切智佛都護念你啊！你有呢個了印言印嘅佛性，決定成佛，所以皆為一切智佛之所護念啊！有咗了印言印，再牽呢個正印，正印就見佛發心，發菩提心，見佛嘅發心，自然念念流入薩婆若海，你就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啦。所以地藏經世尊對地藏菩薩講：若有人以佛法中種小善根，一滴一沙一塵一毫，以戒以道力護持斯人，令不退轉而得成就。嗱係下世尊在地藏經呢後都對呢個地藏菩薩講啊，若果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嚟種善根，講明恭敬佛念一句戒，咁咪種呢個法嘅善根，善嘅善根呢，你都用呢個道力擁護此人，係咪令不退轉而成無上道。嗱呢個咧就地藏經呢後啊，你冇呢個佛法嘅善根咧，地藏菩薩度你唔到啊！你有佛法嘅善根，地藏菩薩就可以度咗你啊！佛法嘅善根咧唔係佛可以供你下種子嘅，佛嘅種子由你自己下，南無佛自己下，法嘅種子由你自己下，受持一四句戒，呢個就法嘅種子嘛。所以《金剛經》講受持一四句戒啊，恒河沙七布施唔及受持一四句戒嘅功德。受持一四句戒嘅功德，能夠令你開悟了見佛性，勝過你恒河沙七波羅布施呢個了印佛性啊！念佛嘅名號，將來決定見佛。我見佛咧，會學佛咯，學佛咪成佛咯。所以呢個就言印佛性嘛，既有了印佛性、言印佛性啦，所以一切智佛護念此人，言了義印助顯呢個正印咯。正印發菩提心，戒得不去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舍利弗，爾等皆當信受我以及至佛所示。因是之故，舍利弗，你哋個個應當相信呢個信字，信心清淨，淨土嘅現前，信心清淨見阿彌陀佛。信心唔清淨，見佛見唔到嘅。信心清淨得生彼國，信心清淨聞法就得解，信心清淨從解起行，一切不離嗰個信字。所以大乘起信論在我哋娑婆世界修行信心成就有10劫修行，呢個信心成就。所以有啲人就驚起嚟10劫信心成就恐怕我哋會退嘛。所以大乘起信論講，二來有時性嘅方便，漸念阿彌陀佛，得生彼國，常見佛故，即得不退，你就唔會退心。若觀悲佛法身呢，你就即得往生咯。呢個又唔會退啦。所以呢個信字不容易，信字係言教十信位嘛，十信位啲菩薩嘛，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嘛。千載弘之在呢個福成東大廟
大拍苗不是向文殊師利菩薩設呢個圓滿修多羅，佢咧就大徹大悟。大徹大悟，悟個什麼東西啊？悟咗自己本有嗰個菩提心啊！菩提心啊，發咗出嚟啦！發明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咯。呢個就係十信位啲菩薩嘛。從信而受咧，生而來家就十智位啲菩薩嘛。生而來家受呢個而來行就十行啲菩薩。所有功德回向一切眾生，咪十回向的菩薩咯。有咗利益眾生功德，就可以破無明見佛法身，呢個咪十地啲菩薩咯。而是自行向地40位嗰個菩薩不離呢個十信菩薩，所以爾等當信受我意，相信心納受我所講嘅話，及知佛所說。我讚歎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利益眾生。十方之佛呢，亦讚歎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利益眾生。有人往生其國呢，皆得不退轉。所以一切至佛護念之境。舍利弗，若有人已發現、今發現、當發現，欲生阿彌陀佛國者，是智人等，皆得不退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彼國土，若已生，若今生，若當生。咁樣咯，舍利弗，有啲人向到佛咁樣說，相信佛所說，相信一切佛所說，我相信。相信有發現嘛？求生彼國。有啲人講若有人話我相信我已經發咗願，我已經發咗願，係咪？未講以前，我都早已經發咗願啦。願生彼國，若已發現，今發現。有啲人話我相信佛所說，我過去未曾發，我而家開始發啦，我現在就發。今發現。有啲人話我相信佛所說，但我現在咧唔發，我當來發，當來發現生彼國土。發現可以講當來發，現在發，已經發，三種都可以發現。咩當來發？我講我當來發現生彼國土嗰個引言，大家聽。杭州杭州咧係一個聖道場，大廟就有2間，靈恩寺、淨慈寺，小廟就無數嘅。嗰陣清朝的時候，小淨嘅寺一個和尚2個和尚，咁有一個淨室一個和尚咧，成日都行街，佢又歡喜食嗰個臭冬瓜。你到咗浙江嘅咩都臭，嗰啲冬瓜咬到臭又食，好味，有啲香味，梅香味。今日歡喜食嗰個臭冬瓜，人家按個名字叫做冬瓜和尚。今日佢自己嘅淨室啦，過年的時候咧，嗰啲紅參道友到佢嗰個茅棚嗰時拜年，有啲老成嗰個年幼你唔好成日跑街我跑街念佛個咁你跑街念佛行街就念佛你咩時候生淨土咁明年正月15咁咁大家咯記實啦，離開咗咯。等到明年正15咩？我哋紅參道友帶咗好多人到佢嗰個茅棚嗰時，你哋嚟嗰時做咩咧？你講嘛，明年正月15往生極樂，我哋嚟送行嘛。我忘記咯咁樣。忘記唔可以算數得。我講過你一定都會咁。佢哋就等，佢哋入陪沐浴更衣，穿袍搭衣，拜三大佛。而家我往生淨土啦。
你往生淨土，你講一首偈俾我哋聽係嘛？留翻做紀念啊！我講俾你聽啊！終日就跑街坊，心中就念佛忙，世人常不識，別有一天堂。講完嗰個話，合掌阿彌陀佛，佢就生咗淨土。呢個咪當發現咯。舊年啊講今年往生淨土，呢個咪當發現嘛。呢個就當發現嘛。佢嗰首偈講得好啊！終日就跑街坊，我終日行街，但我心咧好忙喎，心中我念佛忙。世人常不識，個個話我跑街，佢唔知道我念佛，即係世人常咩？別有一片堂，我念佛啊，嗰個心啊，唔同平常人嘅心啊。我覺安然，任從天下亂。我心念佛好清淨啊，冇煩惱嘅，一心不亂嘅，所以別有一片堂。不過我哋發現呢，可以以法禁法當法，但念佛都唔係喎。你唔好話你念佛啦，我等到明年念，咁樣都唔得咯。念佛有現在念，點可以等到明年念啊？現都唔同，發現啦，我過2年就生淨土，可以念佛唔好話等到明年咧念，今年啊懶惰唔念，等到明年你又再講個明年啦。明年又明年啦，所以念佛就唔同發現啊！發現唔可以講明年。例如布施，有個乞兒嚟到出去，我過1個月嚟布施，乞兒就走咗咯。等你1個月嚟布施，餓死佢咯。你布施就講現在布施嘛，點可以講1個月後嚟布施呢？係咪？所以呢個現共行都唔同。過去一個和尚就北京寺，佢有一個朋友咧係做個居士在家人。嗰個朋友你年紀老啦，話朋友，你年紀咁老啦，你應該念下阿彌陀佛咧。我有3件事情未曾辦嘅，我辦好3件事情，我就念佛。佢講未來念佛。佢話邊3件事情啊？佢第一，我未人做大生日。過2年咧，我就80歲做大生日。第二，我女又未曾嫁。咩大事啊？第三，我未曾飲新抱茶，我齋人結婚，新抱茶好好飲嘅，我未曾飲。嗰3件事辦了，我哋向你話念阿彌陀佛。再過咗3年，嗰個和尚又走嚟訪問嗰個老友啦。一入到門咧，見到個門口擺個藍燈籠，個擺啦。入到去問佢，我啲朋友死咗咯咁。呢個和尚咧就對實嗰個棺材講我有嘅名為張九成，獻意念佛就蝕3頭，獻你念佛就蝕3頭。械色嚴君都無分曉，3校未了明善咬咗你。3件事情俾人做完呢，就被呢個閻羅王咬咗佢。所以我有名為張九成，獻意念佛蝕3頭。械色嚴君都無分曉，3校未了就明善拗。因此我哋發現可以過去法、現在法、未來法。念佛啦，唔可以講話我過去念咗，今日唔念咯。我等到明年念我今日唔念啊。念佛唔同嘅，念佛有眼前念，唔可以嘅退到過去未來嘅。發現又唔同，過去法、現在法、未來法都可以。有啲人話你發現咩時候出家？我再過10年可以。再過10年的時候嗰面再行起嚟，你話10年喎？我10年做出。可以講10年以後發現，咁咪唔可以講你咩時候念佛啊？我等到10年後，
我怕10年後啊，10年都未夠啊，嚴君咬咗你，嗰陣時咧念唔多佛話。所以已發現禁發現當發現，欲生阿彌陀佛覺者。發現呢？發咩現？發呢個大現，呢個名為現王。有啲發現上天，唔係現眾之王，上天都會跌落嚟噶嘛。有啲發現咧來晒做大富翁，大富翁都唔係做好耐嘅咩？大富翁都會窮噶嘛，係咪？有啲發現咧生極樂世界，那名好啦，生到極樂世界就不退轉咧。所以呢個現咧就名為大現，大現就名為現眾之王。嗱，所以我哋應該就發現眾之王嘅。呢個現咧唔可以嚟去行，行就不離現。譬如我布施，布施有功德，有功德啦，布施功德，你發咩現呢？而我布施功德來晒生天，呢個現唔稱為大現。而我布施功德來晒做富翁，唔稱為大現。而我布施功德來晒五欲嘅享受，呢個唔係大現。而我布施功德來生淨土，那命呢個現就大啦，生淨土就不退轉啊！所以呢個現就名為大現噶嘛。大現所以現在佢哋發現呢係發個大現，亦不求生天亦不求來世做國王，更不求來世享五欲之樂有啲人歡喜享五欲之樂，亦不求。咁咪唯求生阿彌陀佛嘅極樂國土，化海見佛五無生，不退菩薩為伴侶。呢個現正為大現所以欲生阿彌陀佛覺者，是至人等呢，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生到阿彌陀佛個國土，被阿彌陀佛嘅現力嚟把持咗你，你一定不退轉阿耨菩提。就阿彌陀佛聞法五無生忍，就不退轉阿耨菩提。已發現生佛國不退轉，禁發現生佛國就不退轉，當發現生佛國都不退轉。已發禁發當發都得呢個不退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彼國土若已生若禁生若當生，你發咗現啦，生極樂國土啦，現在未曾生，肯定生。已彼國土，已發現已生彼國，禁發現禁生彼國，當發現當生彼國，一生彼國，便得不退轉。呢個現力嘅都無邊，普賢菩薩行現賓。所有呢個萬行呢，都回向阿耨菩提。呢個現呢，就係大現啦。如果有行無現呢，你布施持戒念佛求咩啊？求生天喎。念佛功德可以生天噶，念佛功德又可以做國王噶。但呢個呢，就變得有行都無大現啦。念佛功德，咁咪持戒啲功德，現生淨土，現回向眾生得阿耨菩提，呢個就名為大現。大現係現眾之王。所以普賢菩薩話：若人臨命終時，在後一剎那，六根就散壞，堅屬就捨離，為晒就散失，富相大臣一切就遠離，不復相隨，為大現王就不相捨離，以一切時引導行人一剎那間，往生阿彌陀佛極
樂嘅國土。生意見阿彌陀佛、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觀自在菩薩，知見其身生蓮花中，蒙佛受記。普賢菩薩行願賓，講呢個願王啊，願王呢念佛布施誦經個功德，求阿耨菩提，求生淨土。呢個願係咪大願？願中之王，千祈唔好求生天，來世做國王、做大富翁、受五欲之樂。呢個咧都唔係願王，小願。願王啊，就求菩提，求一切眾生成佛，求生淨土。呢個咪願王。如果有咗願呢，有願就必成。你發咗願之後咧，呢個願係在你百識田中，永遠唔會磨滅嘅。所以發咗願之後，唔當你唔做嘅。所以在我哋佛堂之中，好多出家人咧，小孩子要出家，你問佢為咩事情出家，佢講唔出嚟。係佢前世有願，所以咁晒就少年出家，願力要佢出家，講唔出嚟。啊，為什麼小孩子咁樣就識會出家咧？佢有咩打擊？根本就冇打擊。不過願力嘅種子起現行，使到佢出家。所以普賢行願賓話：是人臨命終的時候，在後一剎那，一切智根色界散失，再一剎那就死啦。一死嘅時候咧，六根啊散壞，六根都壞咗。死咗之後咧，呢個世界就冇你份，一切識唔慣你事。你隻眼快啲壞咗佢，冇用嘅。嗰個世界唔關你事，你隻眼拿我嚟做乜用咧？所以眼根就壞咗咯，死人嗰隻眼根就壞咗咯。咁樣咧，呢個世界唔關你事，一切聲音咩冇得你聞，你個耳根就冇用嘅，耳根就壞埋噶嘛。啊，你死咗之後，一切世界嗰個香、花香、鳥香、男香女香啊，咁樣到果木香都唔關你事，你呢個鼻根就冇用，鼻根咪壞咗咯嘛。啊，你一離開呢個世界，呢個世界呢個飲食含酸苦辣嘅飲食唔關你事，冇你份，所以你離開呢個世界咧，你嗰個舌根又壞埋噶嘛。咁啊呢個世界冷暖濕滑速塵冇你份，唔關你事，你呢個身根就壞埋嘛。你離開呢個世界，你死咗咯。離開呢個世界，呢個世界啊，少妖窮凶貧富仁義不肖都唔關你嘅事，你不必去分別。你唔分別，你呢個耳根就冇用，你個耳根咪壞咗咯。所以普賢行願賓，我哋臨命終的時候，一切知根色界散壞，六根就壞咗啦。不但六根壞啊，一切親屬色界捨離。我哋臨死離開呢個世界，妻子兒女、夫妻、父母、親戚朋友，通通捨離，唔會跟你走噶嘛。你死你過，唔會跟你死，害你死噶嘛。所以一切都捨離啦。如果唔捨離就麻煩啦。啊，死唔去，佢話一切都捨離，好好死嘛。所以一切親屬色界就捨離，係嘛？不但親屬眷屬捨離啊，就算你自己嘅身體都捨離啊。再親啊，你嘅身體，你呢個身體比呢個妻子兒女、兄弟姊妹嘅眷屬更親。臨死啲時候，呢個身體咧凍咗咯，啊冷咗咯，生蟲壞咗咯，你個身體都成啲捨離，何況身外金銀財寶、良禽萬頃，係嘛？妻子兒女咧，通通都捨晒，即係色界捨離，一切為晒色界散身。
我哋臨死啲時候，仲許你做國王，作威作福，但你死咗之後咧，呢個國家唔係你所有啦，冇你嗰個位，冇你呢個勢力，一切毀晒，色界散失啦。富商大臣，宮殿內外，將馬車乘，珍寶服眾，而是一切不復相隨。呢個講國王，國王咧有宰相嚟伴王啊，有大臣嚟朝王啊，有宮殿啊，內宮殿外宮殿嘛，紫禁城咪內宮殿咯。又有將馬車乘，珍寶個服裝，而是一切無復相隨。唔跟你走，你死咗啦，呢個世界係冇你份，咁樣無復相隨。咁所以我哋臨死啲時候，乜嘢都唔帶得走，黃金、鈔票、衣裳、屋宇、妻子兒女夫妻眷屬，一切都唔帶得走。邊個帶得走呢？有一個唔會捨離，為此願王不生捨離啊！你曾經發咗願，有求生淨土願中之王，求生淨土呢個願呢，未曾捨離你，或者念佛求生淨土呢個願王呢，就帶呢個念佛功德引你到淨土，或者布施求生淨土咯，呢個願王帶呢個布施功德接引你求生淨土，或者你起廟塑佛像起寶塔，係咪求生淨土呢個願王帶呢個廟塑佛像寶塔功德接引你往生淨土，或者你誦經誦咗一藏5048部，係咪現生淨土呢個願王呢，帶你5048部嗰個經嘅功德引你往生淨土。所以為此願王不相捨離，以一切事引導其人，一剎那間即得往生極樂世界。呢個願王呢，帶你到極樂世界，一切都捨離，俾呢個願王唔肯捨離。願王引你嗰個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念佛塑佛廟出家所有功德，咁樣引你嗰個色神呢，就生淨土。生到淨土咧，就見到阿彌陀佛啦，又見到文殊師利菩薩，又見到普賢菩薩，又見到觀自在菩薩，又見到彌勒菩薩，自己見到自己在蓮花嗰次生蒙佛受記，所以呢個願力就不可思議嘛。不過願之中呢，亦有呢個真願，咁咪假願。真願係以理就相應，呢個名為真願，都會嘅。假願係以理就相背啊，唔會成功。你發一個假願呢，我想殺一切人，呢個願係違背呢個真理，肯定唔會成功。今日我發一個願呢，度一切眾生成佛呢，呢個以理就相應，肯定會成功。我哋講講大願嘅地藏王菩薩，在呢個地藏經呢，地藏菩薩初發心呢，見呢個世尊分身而來，佢做個長者子，世尊啊，你個身體咁莊嚴，一切人都唔及你，咩功德可以得到佛身個相好莊嚴？世尊分身具足萬行而來，就答呢個長者子：欲想得此佛身嘅相好你要度在苦嘅眾生，度在苦嘅眾生得再好嗰個相好，佛個相好再好，但你要度在苦嘅眾生。呢個長者子一想下，對我想得再好嘅相好，要度在苦嘅眾生，佢即時在佛前發言。而我從今以後，所有六道受苦眾生盡令解脫，而我自身方成佛道。呢個係以理發言。
你想做在上嘅人，你必定要在下而行。所以欲在人人頭上過啊，須向人人腳下行啊。呢個係理嚟噶嘛，以呢個理嚟發言。有地藏經，婆羅門女勸嗰個母親唔好毀謗三寶啊。呢個母親就唔向佢話，後嚟死咗之後咧，婆羅門女就知道自己嘅母親咧，係嘛，做呢個惡業必定墮惡道，即時將個價值咧賣咗，就買嗰啲花果嚟供養過去覺法定自在王如來。佛啊，你在世時我問你，你就會對我講啊，我啲母親到邊個地方去？但而家佛滅咗道喎，咁啊我啲母親又到邊個地方去啊？我唔知道，我個心唔安樂啊！佛啊，咁樣到空中就有呢個聲音嚟同我講：佢話聖女，你快啲返家，結跏趺坐，念我啲名號，你就知道母親個去處啦。咁樣呢個聖女咧就返家，果然結跏趺坐，一日一夜念呢個覺法定自在王如來嗰個名號，念咗一日一夜咧，自己就見到自己嘅身體，就到一個海邊，海裏後度有好多罪人被嗰個惡臭嚟食啖。咁呢個聖女奇怪，呢個咩地方咧？你見到一個鬼王叫做無毒，無毒答應話呢個就係地獄。話我都冇罪嘅，點解跑到地獄嚟？若非為神積罪業力，非此二事仲不能到。哦，今日地獄就邊成？三海之內就係地獄啦。話我啲母親死咗冇幾久，係唔係到地獄嚟？話你啲母親叫咩名？話我啲父母都稱為婆羅門眾，父號尸羅善現，母號熱大利。呢個鬼王合掌，善哉善哉，請菩薩翻嚟乾脆啊！熱大利罪女啊，生天以來敬金3日，運成孝順之子，布施供養覺法定自在王如來。不但你冇生天啊，所有地獄嘅人成此功德，皆生天上啊！呢個婆羅門女沉而夢悲，唔似是意唔到啦。原來我供養三寶，將三寶功德，不但我啲母親就生天咯，離地獄。地獄嘅人個個都生天離地獄，那麼我以後將三寶嘅力，我咪可以救一切受苦嘅眾生啦。所以佢哋覺法定自在王如來面前就發現，而我盡未來際，所有三惡道受苦嘅眾生，皆令解脫，而我自身方成佛道。呢個以理嚟發現噶嘛，係咪？講明將三寶力嘛，就可以令地獄嘅個眾生啊離地獄苦，得人天樂。呢個以理嚟發現，所以地藏菩薩唔係發紅口講大話，發呢個紅言啊。所以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眾生度盡，方證菩提，係以呢個理嚟發現嘛。因此咁樣咯，有咗呢個言咯，有言就必成，所以以發言就以生極樂，禁發言就禁生彼國，當發言就當生彼國。是故舍利弗，知善男子善女人，若有信者，就應當發言生彼國土啊！因是之故啊！舍利弗，一切善男子善女人啊，若果能相信淨土係不可思議功德，應當就發去言，發呢個言呢就嚟生彼國土啦。生咗彼國就得不退轉為之佛嚟護念啦。舍利弗，
而我今者稱讚諸佛不可思議功德，悲之佛等亦稱讚我不可思議功德。作是言：上來淨土嘅資糧就信現行。所以是故舍利弗，至善男至善女人，若有信者，但一要相信，相信有記錄，有阿彌陀佛，有阿彌陀佛48願，接引行者來生其國，或者眾賓眾生，上賓上生，下賓下生，三種人都能夠往生其國，我絕對相信。呢個就名為信嘅資糧。既然相信啦，我哋有從信就發現，呢現生彼國。我咩嘢？我所有布施功德，我有現生其國。我唔享來世大富翁的果報。我所有持戒功德，我又回向現生彼國，唔享呢個尊貴的果報。我所有忍辱功德，我係回向淨土。唔享呢個上好莊嚴的果報。我所有呢個禪定功德，我係回向淨土。我唔享呢個四禪八定的果報。我所有誦經的功德，我又唔享呢個聰明的果報，亦回向淨土。而是所有一切功德呢，就發願回向，將呢個功德發願回向，求生淨土。呢個名為願嘅資糧啊！所以我哋今日念一多化嚟供養佛，我哋都願供化個功德求生淨土。呢個咪願咯，係嘛？我拜佛功德，願我拜佛功德嚟求生淨土；念佛功德，我又求生淨土。呢個願嘅資糧，第一就講信，第二應當發願講願嘅資糧。從願起行，就屬於行嘅資糧。信願行，生彼國土，行就念阿彌陀佛，執持名號，咁啊念佛咧，降伏妄想，念佛一心，不為妄想所亂，一日得一心不亂，或2日、3日、4日、7日得一心不亂。得一心不亂之後咧，而我臨命終的時候，阿彌陀佛現在我前，我呢個心就不斷倒，咁樣就能夠即生彼國。所以呢個就屬於行啦。信願行三種資糧，在呢個文中就露咗出嚟啊！是故舍利弗，至善男至善女人，若有信者，呢個信資糧，應當發願願資糧，執持名號，一心不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嘅國土。呢個就係行嗰個資糧，信願行係三種嘅資糧。舍利弗，而我今者稱揚讚歎諸佛不可思議功德。佛嘅功德咧，唯佛乃能讚歎啊！佛就道同自己就自比嘛，英雄就眾英雄，聖聖就識聖聖嘛。所以而我今者，我係釋迦牟尼佛，我係佛我佛有功德，阿彌陀佛有功德，我知道。所以而我今者就稱揚讚歎諸佛，一讚就一切讚。我讚阿彌陀佛就讚歎一切佛，佛道同嘅。阿彌陀佛共一切佛嘅功德係相同。所以華嚴經文，十方諸如來同共一法身，一心一智慧，力無違逆言。所以我讚阿彌陀佛咧，就讚一切佛。而我今者稱揚讚歎諸佛不可思議無漏嘅功德，利益眾生。悲智佛等咧，亦稱讚我不可思議功德十方佛咧，佢在本國，佢亦識會讚歎。東方有娑婆世界，有釋迦牟尼佛，也是用不可思議功德嚟利益眾生。十方佛都係異口同音咁樣讚歎釋迦牟尼佛啦，就娑婆世界成佛啦。
用佢成佛不可思議功德嚟利益眾生啊，佢又讚下我啊，都係用呢個不可思議佛嘅功德嚟度眾生。而作是言：釋迦牟尼佛能為甚難稀有之事啊！難為甚難稀有之事咧，釋迦牟尼佛都難做啊，難為嘛？何謂甚難？十方諸佛講，話我哋在淨土修行成佛度生啊，都唔係容易喎。釋迦牟尼佛在穢土修行成佛更難啊！釋迦牟尼佛在穢土修行成佛，到穢土啲眾生成佛，就難中至難啦，所以稱為甚難。我當淨土度眾生得道咧，猶如水裏蓮花，唔出奇。娑婆世界喺個穢土度眾生啊成佛，變咗火里紅蓮，呢個稀有啦。所以世尊在呢個娑婆五濁惡世修行成佛，能為甚難稀有之事，能以娑婆國土五濁惡世、劫濁見濁、煩惱濁、眾生濁、命濁，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此眾生說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呢段文十方諸佛讚歎釋迦牟尼佛，話釋迦牟尼佛能，呢個能字，能佢能做得到啊！能呢，在呢個娑婆國土、娑婆梵意，此云叫做堪忍，其國眾生忍受貪嗔癡三毒種種嘅苦，佢都能夠忍得住，呢個就堪忍。娑婆喺個五濁，淨土度冇五濁，穢土度有五濁，五濁至極點都名之為惡世。呢個時分，呢個時效啊，唔係好時，呢個就劫濁啊，呢個時效唔係好時。現在咧，呢個時效唔係好時啦，有呢個飢饉盜取人民冇得食，呢個飢饉呢個災難。第二就盜兵，隨隨都講打仗。前個世界咧，呢個火未熄，嗰個火又生起嚟，嗰個火未曾滅，嗰個火又生起嚟，搞到聯合國搞嚟搞去搞唔掂。呢個咧都係盜兵劫啦。或者疾病過去都冇咁多病，而家嗰啲病都冇得救嘅，冇得醫嘅，咩cancer病，又艾滋病，冇得醫。呢個病咧，呢個叫做疾病劫，而是飢饉、盜病、疾病三在一齊來。呢個時候就叫做劫濁惡世。見濁咧，知見唔正，邪見自己有正知正見啊，知見唔正，邪見熾盛。釋迦牟尼佛在世啲時候有96種邪見，知見唔正，受種種嘅苦行，勞而無功，不能正果，心愛求法而不得法，所以稱為外道。釋迦牟尼佛滅度之後咧，現在啲人有種種嘅旨意，咩旨意咩旨意，總係知見唔正，嗰個旨意會唔會利到呢個人民呢？咁樣咯，佢又唔從棺材窿呢下望，望一望佢就知道，以前我所立嗰個旨意咧都唔對，害咗幾多人。呢個旨意咧，呢個知見就唔正啦。邪知邪見、邪事、邪教。而家好多咩教，種種係邪教。說法而行何沙數？呢個知見唔正任佢點樣修行，勞而無功，
所以名字為見俗惡晒。煩惱族嘅就講現在啲時候喊親痴啊，喊啊，全個世界都想喊到嚟，呢個喊煩惱痴成啊。親呢，全個世界佢都有親恨啊，呢個就親煩惱痴成啊。痴咧，全個世界啲人都唔知道啊，佢呃人咁樣，呢個就痴煩惱痴成。而是喊親痴煩惱痴成嘅，就煩惱族嗰個惡晒。眾生族咩？眾生啊，五趣輪迴嘛。地獄啊，地獄滿座，地獄人多，餓鬼又多，畜生又多，阿修羅又多。自獻呢就減少，人呢福又薄，呢個就眾生族惡晒嘛。命族嘅就講壽命，本嚟命嘅對我哋好長壽説法，長壽嚟修行，長壽嚟度眾生咧，呢個唔稱為命族。但現在咧，有啲少年啊亡，有啲自殺，有啲係枉死，有啲係墮胎，壽命不得其中，呢個就命族惡晒。在呢個五族惡晒之中啊，釋迦牟尼佛而修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教其國眾生得菩提，是為一切世間之所難信啊，可能相信啊。在五族嘅惡晒而度眾生成佛嘅法，係一切世間之所能信受啊。故云未知眾生，說是一切世間五族惡晒成佛咯。難信之法，好少人相信。所以其實咧，亦有人相信嘅。例如六祖壇經呢個法達親近六祖，就俾佢悟咗道咧。佢一修戒嘛，係咪？誦經3000部，曹溪就一句忘。未明出世子，寧血淚生狂。楊碌拗乾室，初中孝宣揚。誰知火宅內原是法眾王。五族惡晒就話法眾王，佢明白。嗱，亦有上信者咁樣咯。三時繫念咩？誰知萬丈紅塵里，咸咸化開熱正明。萬丈嘅紅塵里啊，咸咸即係蓮花，化開熱正明。嗱，煩惱即菩提，亦有人得菩提嘅，所以亦有人相信。咁啊，舍利弗呢度文釋迦牟尼佛自己講啦，話當知我以五族惡晒，行之難事，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一切世間說之難信之法，是為甚難。話舍利弗，當知啊，我釋迦牟尼在呢個五族呢個惡世咧，修行成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教五族惡世啲眾生咧，令佢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是世間人係難信之法。咁樣啦，又我在呢個五族惡世咧，見一切人但念阿彌陀佛，便離娑婆，得生淨土，即得不退轉，也是五族惡世啲眾生啊，難信之法噶嘛。然則五族可唔可以受行？可以。比如你念佛，你唔怕嗰個五族，但係一定劫族，劫族嘅時間性嘛。你念佛念得好啊，念幾句眨下眼就一日，念幾句眨下眼就一夜啦。呢個時間劫族就俾你就跳出啦嘛。呢件事我16歲就念阿彌陀佛，嗰陣時我跪咗佛前，
撞一炷香咁長，我瞌埋隻眼念佛，念幾句啊，嗰炷香啊就燒晒，我咁快，我再撞一炷香，念幾句啊，隻眼撐開，嗰炷香就燒晒啦。可知道念佛念得好喎，長時就變成短時，忘咗呢個時間性，何來有劫續呢？劫續就冇啦。今日我再念佛啊，念佛我哋唔好分別，唔覺得有難念的我，亦唔覺得有所念的佛，無難念無所念，咁咪無難見就無所見啦。嗰陣時呢個見續又跳出咗啊！我哋再念佛，我哋唔好分別，我哋生淨土唔生淨土，我哋唔分別啊！生又好，唔生又好，總係唔起嗰個分別。若果我哋唔分別生淨土不生淨土咧，呢個煩惱續咪又空咗咯啊！我哋念佛的時候，我哋唔好分別，我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僧是俗，是貧是富是貴是賤，我哋唔分別。呢個眾生續咪空埋咯，係咪？我哋念阿彌陀佛，我哋唔論早晨生淨土，晚上生淨土，明日生淨土，即時生淨土，終係唔分別。那樣啊，隨佢何時何刻何分眾生淨土，我明啦，我哋嘅命續咪空咗咯。意思我哋單單識去念佛，念得好喎，時間又忙，我見又忙，煩惱又空，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是男女，何來有眾生啊？咁樣咯，咩時候生淨土都唔好理咯，何來有長短嘅壽命啊？嗰陣就五濁咪空咗，五濁空離咗五濁就係淨土，淨土咪現前啦。所以雖然係難信，亦有信。就嚟一切世界是難信之法，是為甚難。難就難咗咩啊？難到人家講得咁容易喎，你阿彌陀生淨土就不退轉啊！就係難就講嘅話，信心唔具足。不知此敬意，舍利弗，及至彼有，一切世間天人我修羅，聞佛所說，歡喜信笑，作禮如去。釋迦牟尼佛講呢個淨土嘅經呢，一切人明心見性，唯心淨土，自性彌陀，生到呢個極樂世界，即得不退轉呢，一生補隨。講呢部經個功德講完啦。舍利弗，及至彼有，一切世界天人我修羅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叮叮大大受持呢個淨土經，受持淨土嘅法門，發願求生淨土。呢部經呢，我哋講3日就講完。我呢次就寫稿，因為我錯一講3日講完部經，我怕講唔完，所以我就俾咗2夜嘅時間寫咗個稿，寫咗呢個稿啊，就印咗出嚟，咁咪贈送俾各類。預備講唔完嘅時候咯，大家要將呢個稿一看呢，就清楚啦。但我從來講經都冇寫稿，係有2部經寫稿。第一部咧就地藏經，就呢個九華山咧寫稿；第2部就阿彌陀經，就大嶼山寫稿。因為3日時間講呢個地藏經咧，阿彌陀經我寫稿。如果叫我7日咧講地藏經咧，講阿彌陀經咧，我哋連稿都唔寫。而家呢個稿咧就多得3日講彌陀經。將來所說阿彌陀經義經，以此功德回向世界都和平，萬民都安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四眾各為善知識，發菩提心，求生淨土。
得不退轉，不嚟按引入錯旁，善至方便度眾生，考化塵勞離不思。我願如此，大眾的知，佛說阿彌陀經中。恭祝各位發菩提心，行菩薩道，自利利他，共生淨土。